欢迎觀眾朋友在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是幕後嘅單元，帶大家來看兩屆三係安倍晉三屆第三屆總裁任期，還有文在寅同金正恩嘅第三擺會面。今日請到嘅專家係靜態嘅國關中心嘅教授蔡正家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教授，我想先跟你請教，是說這次我們看到安倍在他的總裁的選舉上面。這次的差距比上一次跟石破茂的那個距離又拉大了。對，那教授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結果？當然，它是不，大家各界都認為說是不意外的。但是其實我們也看到說，像是石破茂，他在這種地方的選票其實還是蠻高的。教授你怎麼看？我們可以看到哈，就是說安倍他的一個3連任，那我們可以看到他每次的主要對手都是石破茂哈。那上次的一個石破，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他的一個初選。其實他的一個黨員的一個選舉，它可以分成所謂的一個國會議員票跟所謂的一個地方黨員票哈。那上次的一個石破茂，其實他是在那個地方黨員票勝過了一個安倍。那這一次呢，安倍在那個地方黨員票反而贏過了，成功。對，反而贏過了那個石破茂哈。那這個跟一個什麼？跟一個他內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地方派系的一個，就是所謂的一個自民黨內派系的一個支持哈。之前的一個。那個安倍呢，他的一個動員的一個，就是他沒有那麼強力去動員，哈，那所以呢，他的一個地方派，他的一個所謂自民黨裡面的一個派系，並沒有那麼一樣的一個權力的一個去支持他，所以他這次先抓住派系。對，那他這一次呢，他有一個很強的一個危機感，哈，他怕造成上次的一個覆轍，而進入所謂的一個第二輪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投票，哈，所以他這一次就是派系就是。那個凝聚力就比較強，所以就一次就跳過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門檻哈。但是我們必須要去了解，就是所謂的一個自民黨總裁的一個選舉，跟所謂的一個全民的一個普選，其實差距是非常大。因為黨意並不等於是民意，所以這一次的一個安倍他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什麼？有人說是壓倒性啦，哈，都是壓倒性的一個勝利，這只是代表自民黨內的一個勝利，並不代表說日本民眾有沒有哈，在他的一個民意支持度，其實它是變高，其實完全沒有哈。安倍最近的一個民意支持度呢，其實大概跟前幾年比起來，其實大概有這樣一個下滑的一種趨向。那當然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什麼？就是所謂的一個安倍經濟學所謂的一個效應，並沒有所謂的，並沒有這麼樣的一個大，沒有恩澤於全民就對了。對，好像都是企業得利，那人民之間並沒有得利哈。而且呢，安倍現在最頭痛的就是說，日本最近幾年的一個經濟表現明明很好，但是為什麼人民的一個感受卻沒有這麼樣，卻沒有這麼樣的一個大？那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謂的一個那個整體的一個薪資並沒有隨之來帶動起來，所以這是安倍最頭痛的一個問題。還有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所謂的安倍他的。第三支箭，所謂的一個結構性的一個改革，就是希望就是要解決現在勞動力不足的一個問題哈。那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說，他希望就是說婦女能夠出來走出家庭出來去就業。他現在連老年人都要把他退休年齡延後。對，要退休年齡延後哈。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安倍他的一個目前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因為整體的一個結構沒有改變，再加上所謂的一個少子高齡化嘛哈。那現在的一個團塊世代剛好都是在最近這幾年退休，所以它整個的一個財政的一個負擔是非常非常重。這些都會什麼？都會限縮安倍的一個他在實施經濟政策上的一些效果。所以說，像我們可以看到說，像現在安倍的經濟，其實在這個國外的評論來講，似乎都給他不太及格的分數。對，就主要就是一個生產力的問題，整個結構的問題。那這個安倍經濟學老師，你認為說，就是他在接下來任期之內，他還會再繼續推動下去嗎？尤其像明年，他消費稅要提高到10%。對。對，感覺好像他還是要繼續做下去。因為那個安倍經濟學其實就是他任內的一個什麼的一個最大的一個什麼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經濟上的一個政策哈，所以他當然是要持續推動。但是呢，他呢，其實我覺得啦，安倍其實是很會畫願景的哈。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安倍經濟學呢，當他逐漸的一個邊際效應在往下遞減的時候，他馬上拋出2020的一個東京奧運哈，也就是說東京奧運呢可以帶來更大的一個什麼經濟的成長的一個更大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成長跟經濟的一個效應哈，所以我認為，即使安倍上台之後哈，他並不是實施經濟學，要實施一個心理學哦，就是說讓你預期，就是例如說安倍經濟學讓你預期說未來
那个整体的一个什么的一个物价会提高，所以要你赶快去消费。那现在面临的一个说2020的一个奥林匹克，又说那个整体的一个经济会随着奥林匹克的经济学整个带动起来，所以希望大家赶快来去消费哈。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它的一个画大饼就画一个大饼在那里哈。但是呢，在这个大饼的一个背后，我们来去看看它真的效应真的有这么大吗？其实它的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经济学其实很重要，就是政府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来去进行所谓的一个基础建设来去带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次那个奥林匹克的一个经济学，其实在日本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大，效果最大的大概是国外去投资房地产。那其他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基础建设跟基础的一个投资，其实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明显哈，因为毕竟日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已经是相当先进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国家，它不像1964年要举办奥运，那个时候连新干线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必须要去做这样的建设。从头到尾。对，但是现在呢，它整个都有，甚至有些场馆还沿用以前的，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在以政府投资来带动经济建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其实没有这么样的大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安倍现在的一个什么，其中的隐忧。对，最大的一个什么，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隐忧就是整个的一个效果没有被带起来。所以说，我们看到它国内这个经济引诱之外，还有国外来的经济引诱，尤其是对美国的这个贸易的方面尤其是在下礼拜他就要参加联合国大会，到时候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免不了会被川普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减少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尤其是那个690亿的这样逆差，2/3都是汽车产业，是不是这个也是安倍的接下来即刻要面对到的一个很大挑战？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安倍虽然风光的一个3连任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第3任期其实是他最辛苦的一个任期前面的一两个的一个任期，可能人民对他还是有一些期待，但是他这第3个任期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内外交迫我们可以看到说，刚刚讲到了内部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问题，它经济上的一个难题，其实很难去很难去整个把它结构性的问题很难去改变。但是现在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就是说，川普已经放话。就是说，我现在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下一个就是日本，因为美日之间的一个贸易逆差，其实整个金额也是相当的大那这个对日本来讲其实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呢，那个美国是日本最大的一个什么海外的一个市场所以一旦美国对日本实施所谓的一个惩罚性的一个关税，这个对日本来讲的一个冲击其实会非常大甚至会把整个所谓的一个安倍经济学的一个效应，整个把它带下来。打下来。对，然后呢，他面临的还有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问题。安倍上来，他之所以能够在每次都能够靠外交，然后来去打消他这个所谓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经济不利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什么？美日关系非常的一个紧密。但是呢，自从那个什么川金会之后，川普对那个日本的一个态度，其实已经不太像过去这样子的，比较变冷淡了。把日本当成是一个盟友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是慢慢在质变，慢慢在改变而且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几乎都没有人在相信川普，只有安倍还在相信川普，所以很多日本国内的人其实一直在抨击安倍就是说他的一个外交政策，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不是要改变？但是现在日本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要调整，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困难。过去长期的对美一边倒，你现在要去缓和跟周边国家的一个关系，就变得什么？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困难所以他现在呢，开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已经小幅开始在调整。前一阵子的一个在俄罗斯举行的一个东方经济论坛，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跟普丁举行高峰会，然后又跟习近平的很重要的就是他也跟文在寅所以呢，他是要什么？慢慢的来去改善跟他周边国家的一个什么？跟他周边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调整，如何在美国跟亚洲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也是安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难题，特别是中日关系。有人一直认为就是说安倍3连任之后就是采访中国大陆，就要去访问中国大陆。10月的时候嘛，10月就要访问中国，但是你跟中国大陆来达成所谓的一个中日关系的一个正常化，这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正常化，它很多的一些争议其实都还是搁置的，随时都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所以中日关系呢，有人说它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你要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说，老师你看到说安倍其实这一阵子其实他有很多的言论，其实跟美国现在的实行的这个所谓的双边主义是相悖的。对，比如像说他强调是多边主义，强调的是可能要参加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希望中国牵手带路带他走，这样是不是造成说他的现在的执政上面会跟美国之间会有点矛盾？其实那个我们都可以看到安倍哈，他现在做的一些政策哈，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充满矛盾性的哈。这个因为当然是一个现实上的一个现实性的一个考量，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本身过去的一个什么右翼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色彩，也就是说要联美来去抗中。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上来了 ，CPTPP 说他不玩了，然后呢，日本说，我把它接下来，但我们都知道说。CPTPP 其实很重要，就是要抗衡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嘛。其实这个色彩非常明显哦。那另外还有就是日本也积极的加入美国所主导的一个印太战略，但是现在看到川普好像在印太战略上又缩手拔河了。对，所以呢，现在呢，安倍呢面临了一个非常困窘，所以他只好说，他。跟中国大陆来缓和关系，然后也希望“一带一路”能够利用中国大陆来去带路哈。但是不要忘了，过去“一带一路”的时候，其实日本、美国是跟随美国的脚步，他根本是什么不愿意去参加他的一个“一带一路”。那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才要去加入的话，我觉得那个边际效应其实已经没有像过去这么样的一个大，而且那也只是他一个什么，他的一个中国大陆会说，你一方面说你要加入我主导的一带一路，另外一方面，你又在南海又加入美国的一个南海的一个巡弋，所以他会觉得说日本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安倍一直是在什么非常谨慎的一个什么听其言观其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老师，那我们看到说，最近日本，你刚刚讲到说，日本最近在南海，尤其是那个潜艇第一次到南海去做演训了。对，这样的动作是不是等于是安倍在实现他的这个正常国家化的一个大胆的尝试，甚至为后面的修宪是做准备？其实安倍要修宪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他已经把他第3任期当成是一个修宪的一个任期因为如果他现在这个时候不修宪，以后没有一个首相能够像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力，在国会能够有2/3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契机，所以有人说。安倍的第3任期是修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契机，但是呢，时间其实已经不再等人，对，其实已经不再等安倍了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现在3连任，但是呢，明年4月30号天皇要下台，要换新的天皇上来，然后后年2020年是夏季奥运2020的东京的一个夏季奥运，但这2个的一个时间点呢，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所谓的一个修宪所以呢，他现在修宪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刻就是什么？就是在明年3月底之前。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修宪不但要国会2/3通过，还要什么公民投票1/2，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他能够达成吗？所以呢，他的一个修宪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困难度，其实已经是什么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利用那个的一个修宪来达到他的一个最后一里。有人说呢，他已经是什么？他已经是很难去达成了。但是呢，他为什么一方面又要在南海来参加所谓的一个美日的一个宣言？这个是他持续要在什么？要在亚洲发挥他的一个影响力。因为呢，在朝鲜问题，他已经被边缘化了如果他在整个的一个什么东南亚，或甚至是南海，甚至是亚洲，他又失去他的一个发言权的话，这个跟安倍过去他的一个什么，这对他外交的一个声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安倍之前呢，一直非常自豪的就是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也就是说他能够跟什么，跟欧洲、跟美国，甚至跟东南亚来去交朋友。但是现在他发现有没有已经挚爱难行了。对，现在因为在那个什么美中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对峙之下，他的一个空间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小，所以这个是安倍现在他的外交政策上也是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阻碍。所以说，变成说他必须要在包括像南海，我们最近看到他甚至考虑要派这个自卫队员去参加这个以色列跟埃及之间的这个维和的监视军这部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点的味道在里面？对，就是说他希望就是什么，就是能够把自己从利用南海，然后扩大影响力，扩大到
到印度洋去，这个才是整个的一个印太战略哈。我们可以看到印太战略呢，其实它的名称就是印度洋跟太平洋，但是我们都知道说连接印度洋跟太平洋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关口就是哪里？就是南海，所以你必须要打通南海，才能够有所谓的一个印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转变哈。那日本过去最自豪就是说印太战略它做的比美国还好，是因为什么？它跟东南亚的关系，它跟印度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一个好哦，而且呢，它也非常配合所谓印度的所谓的一个东望政策。但是呢，最近呢，印度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有慢慢在改善，而且印度这个国家呢，其实从来不选边的哈，所以呢，日本呢，他想要结合印度。其实它的一个效果就不是这么样的大，所以他才会什么把目光放得更远，来跑到埃及去哦。但是我们都知道说，整个的一个非洲也是中国大陆呢最近实力最强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呢，安倍呢最近呢，他在整个的一个外交政策上，其实我发现就是说，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没有像过去这样子说，它具有一个步骤性，而反而是有一点，我认为啦，有点像乱枪打鸟。好，谢谢老师。那再跟比上半场来讨论，下半场呢继续来看稳金上会同可能带来的影响，看下继续有关系。欢迎观众朋友再个转到讨论嘅现场，下半场睇睇下啦，关注嘅係穩金商會，繼續搶高嘅咪係蔡正嘎教授。老師，我們接下來下半場我們現在討論這個文金三會。老師你怎麼看哦？尤其是這兩個人在這麼短時間內連見3次面，那這次其實也取得了不錯的成就，包括有把這個廢除核子協議的東西寫進了他們條文裡面，甚至有一些就是軍事交流啊，就是協議的部分，還有像是離散家庭，你看這氣氛都營造得非常好。老師你怎麼看？我首先就是要回答你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文金他們在這麼短的一個時間，從今年的一個7月開始，對，4月27號一直到現在哈，已經見了3次了。為什麼這麼樣的一個密集？當然有很重要，就是說，其實整個朝鮮半島的一個問題，不是只有兩韓的一個問題，其實它裡面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個什麼，美國跟朝鮮半島的。就是所謂的美國跟北韓之間的一個問題，甚至是更大的一個、更高的一個層次，就是美中之間的一個角力哈。是。那我們可以看到呢，這一次呢，既然那個整個的一個文金會，它既然是在一個這麼高的一個層次上，所以常常被認為就是說文金會其實就是什麼川金會的一個會前會，在過去都是一個擔任這樣子的一個角色。所以呢，他這一次的一個既然是會前會，你當然就要先解決什麼美朝之間的一個他們的一個矛盾。他們現在最大的一個矛盾就是什麼？從6月12號的一個川金會之後，北韓的一個無核化的一個進程好像停滯下來了哈。那所以他這一次呢，他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任務，就是要去了解金正恩他的一個背後的一個看法，也就是說，對無核化的一個問題，你必須要進行所謂的一個再保證哦，就是你的無核化的進程必須要去確認。然後第二個就是所謂的一個整個朝鮮半島的一個和平穩定，也必須要他提出一個再保證。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他的在無核化的一個問題的一個很重要，就是要替美國來帶口信。而且呢，北韓也非常的一個配合吼，他說啊，我給文在寅做面子吼，就是說哦，我又再個一個什麼終止所謂的一個那個東昌里的一個衛星發射台，然後甚至寧邊的一個研究中心，核能研究中心啊，我也停止了哈。而且呢，過去只允許記者去參訪，現在說國際專家都可以來檢測。所以呢，這個是他要表達他的一個誠意。這表達誠意是做給文在寅看嗎？不是，他是在為什麼？為川金二會來去鋪路，也就是說，我用這樣子來退讓，然後希望美國呢能夠什麼，能夠跟川普來去見所謂的一個什麼第二次面，因為唯有見第二次面，才有可能達到北韓的一個目的。北韓要的目的是什麼？鬆綁所謂的一個國際間對它的一個經濟上的一個制裁。然後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要終戰所謂的一個朝鮮半島的一個什麼終戰的一個協議，因為也只有終戰協議，美國呢，它的美軍在
朝鲜半岛才有对，就失去撤军的理由，对，才有撤军的一个理由嘛。所以这是他的一个2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他替美国做足了面子。那另外一个就是两韩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美国的一个有限的一个限制的一个框架下，两韩一直想要突破什么美国给他的一个限制，所以他们这一次就用什么签订了一个军事协议。因为美国不让他签中战协议嘛，因为我们知道中战协议不是两韩可以签的，必须要美中的一个认证。那既然呢美国不答应，南韩就不能做。那不能做的话，他干脆就用什么？用军事协议，我们来签军事协议来去取代所谓的一个停战协议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次就是说，南北韩已经什么？已经实质中战了哈。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结束他的一个敌对状态。也就是说，他用两韩之间的一个军事上的协议来去取代美中要认证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和平协议哈。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他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所以这个是这一次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什么？北韩在无核化上的一个退让。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两韩之间签署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协议，结束它的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这是这次文金三会的一个2大的一个收获。可是你看这次文金三会之后，我们才看到，才不过前一段时间，这个美国国务卿庞培奥才说我们要停止跟北韩的对话，川普也这样讲。可是文金三会之后，他马上说要开启了，还重新开启对话，川普。不管是川普或是庞培奥，都是给予高度的赞赏。所以说，老师，你看这个川金2会，它的可能性是不是我们又更提高了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一次的其实文在寅非常非常的忙哈，他现在跟那个就是刚结束访问北韩的一个行程哈，下礼拜他又要到美国去哈，听说要带着一个金正恩的一个亲笔信，也就是金正恩的一个口信，也就是他在这个口信当中，是不是会对无核化有进一步的一个什么进一步的一个承诺？我们都知道说，美朝之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无核化的一个问题哈，出现了一个所谓让人认知的一个差距。那个美国的一个无核化是什么？北韩的一个无核化，但是呢，朝鲜那个北韩自己认知的一个无核化是朝鲜半岛整个的一个无核化，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落差。那北韩的认知的一个无核化是一个什么？阶段性的一个去核，也就是说，我现在呢，在这一部分我契合了，但是美国要有相对应的措施，你要稍微松绑解禁。但是美国呢认为说，他要的是一步到位，也就是说完全的不可逆的、可检证的，你必须要一步到位来去做到。所以这个是他们2项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差距。那这一次的一个庞培欧跟川普好像对那个金正恩的一个这一次的一个让步，好像有很大的一个肯定，因为他认为就是说完全的不可逆的、可检证的。现在北韩已经走到第一步，也就是什么可检证的，他已经走到第一步了。可检证就是说，他允许国际专家来去进入到内部来去检测，所以他觉得呢，这是跟过去有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就是说北韩至少已经跨出他的一个第一步，所以他这个对美国来讲，对川普来讲，其实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什么很大的 favor， 很大的一个面子啊。他觉得北韩为他做尽了一个面子，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川金会要举行的一个可能性，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高。所以说这样子，在这样做面子之下呢，你觉得美国方面会不会对北韩也会回应一些 favor 给他？对，这个就是一个现在北韩最期待的，就是说啊，我已经那个什么，我已经把卫星发射台都终止了，然后我也那个整个的一个核能的研究中心我也废止了哈。那当然，美国必须要有相对应的一个措施。那这个相对应的一个措施，当然美国能做的有几个。第一个，他就是他最期待的松绑国际间对他的一个经济制裁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联合国的一个决议，美国要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决议，其实并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容易，因为其他国家也会反对。但是我会觉得是说，这里面最有可能达到最大的一个平衡点、最大的一个协议，就是在什么韩国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的两韩之间除了军事上的协议之后，还有什么？文在寅这一次还带了很多的企业家过去，他强调所谓的一个经济合作、经济上的一个交流，包括所谓重启金刚山，还有铁路的一个互通，然后还有所谓的一个对开城工业区的一个重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美国会不会对两韩之间的一个经济合作？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援助的一个方式来去取代过去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制裁，直接给他一些 favor。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美朝之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公约数。老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说，尤其在这个南北韩之间热络互动，然后北韩和美国之间又有可能重启对话的时候，其实站在这个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似乎感觉自己好像被边缘化，尤其是安倍自己前一阵也表达过，他也希望能够跟金正恩见到面。对，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是日本现在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哈。有人说这是那个安倍最大的一个烦恼哈，也就是说，因为安倍呢。过去呢，一直对北韩都是什么？第一个支持什么？对北韩采取最严厉的一个经济制裁，然后第二个支持美国对北韩采取那个所谓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压力，然后第三个他也全力的一个支持美日韩的一个对北韩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演习。那6月12号的一个川金会，现在。让那个什么美国的一个大转向，让安倍吓了一跳哈，因为呢，这个等于是什么？过去他支持美国的一个强硬政策，现在美国已经先转向了哈，所以呢，他也不得不转向，所以他反而现在希望就是说能够跟什么金正恩来见面，他希望就是说日朝之间能够进行所谓的一个关系正常化。我记得从4月开始他就已经抛出这样子的议题，希望他6月、7月能够到平壤去访问，但是北韩好像都没有回应哈，因为呢，这整个的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问题，过去解决朝鲜半岛是6方会谈，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南北韩、美国、中国大陆，再加上俄罗斯跟日本。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过去的一个6方会谈，现在大概只有变成几方？现在大概只有4方，就变多个双边会谈。日本跟俄罗斯好像角色不见了，然后日本的一个重要性慢慢被边缘化，所以这个是他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觉得是说，日本怎么样来在朝鲜半岛取得他的一个发言权，我觉得这个是安倍接下来要努力的问题，也是他的挑战之一。对，也是他的一个什么，也是他的一个最大挑战。但是国际政治其实是非常的一个现实啊，大国外交下面小国很容易被当成筹码。日本以前就是美国来去抗衡北韩的筹码，但是在现在川普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退潮了之后只有日本没有穿裤子，所以这个是他。